后来乡亲啊，过5天，这个礼拜日就是正月15元宵节。传统的风俗，家家户户拢会食圆仔，表示团圆好彩头。台中真出名的咸圆仔店生意强强滚，因为大家拢知影讲，都爱先买起来藏，无哦，愈晚元宵是愈歹买。另外，伫咧台中咧卖江浙菜。江浙菜的名店，每一年伫咧元宵前，嘛拢会卖这个手工的元宵，嘛是一开始卖，就伤侪人买。甲冷冻咸圆仔豆豆放入去烧滚滚的汤当中，煮到暗色就会当上肚。一家落拢是真高的肉香味。市场的咸圆仔店一透早，不管是内容或者是早顿去，一直有真侪民众排队买来买。直接外带，或者是买冷冻的，然后再回去自己煮。过5天就是元宵节，不过今日买无热门的圆仔，民众提早出门来买，毛业者这2天生意变价真好。买气就比较旺啊，然后那个大概多了3-4成的那个销售量。业者一天要做6-7千粒圆仔，因为有公司直接订100碗，不管是青的、色的、甜的、咸的，拢卖甲真好。另外一间江浙菜名店，逐年元宵拢会卖手工的圆仔。师傅伫店门口真无闲，无时间休困，甲元宵的庆当酥圆仔，搁放伫桌台温煮米粉含水，而且搁爱直直切19、15摆，一粒完整的手工元宵，才算是做好势。这几天开始卖，一透早都有真侪民众小钱买来买。大概20盒左右，一定要预定，大概知道他要做的之前。今年的买气比往年还旺，所以礼拜2已经卖掉了6-7成了。业者讲，目前已经卖了7成，还有人1摆就订500盒。2月初5元宵节，伫传统的习俗，家家户户拢会食圆仔、食元宵，嘛代表是团圆的好彩头。不管是咸的圆仔，或者是甜的圆仔，拢卖甲真好。业者嘛传真侪好料，要来抢攻这波圆仔的商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